1937年嘅白雪公主與7個小矮人雪姑七友為迪士尼成功奠定基礎，成為電影界嘅龍頭。作為史上第一部全場逐格動畫嘅電影，呢個創舉唔單止係電影界史上裏邊嘅里程碑，更加證明咗咧動畫電影咧都可以成為一個有利可圖嘅娛樂形式，打破咗動畫只係俾小朋友睇嘅短片嘅呢一個定律，更加係我哋幾代人咧成長嘅第一個公主故事 Happily Ever After， 從此過着幸福快樂嘅生活。就係咁樣開始。大家好，歡迎嚟到 MC Live HK， 我係大家嘅 Captain。作為一個有3個小朋友嘅爸爸，就等我同大家分享點解我冇打算同我嘅小朋友入場觀賞呢套電影，更加會盡量避免喺串流平台俾呢一套電影一個 click， 以及同埋大家分析呢一套電影嘅票房點解會慘淡收場啊！原著太過經典 ，Don't fix it when it's not broken。隨住經濟嘅進步啦，同埋醫學嘅昌明咧，大家需要勞動工作嘅日子咧已經過去咗啦嘛。加上有錢就會任性呢一個道理咧，令到好多人咧，就算步入中年嘅時候咧，仍然都係會沉醉自己咧細個玩過嘅玩具啦，玩過嘅遊戲機，觀賞過嘅電影，當然都唔例外啦。但係之前其實已經有好多例子已經證明咗俾我哋睇啊。如果重製嘅遊戲或者電影唔忠於原著嘅話，好多時候咧都唔會被接納嘅。今次雪姑七友首要面對嘅問題咧，就係佢太過想喺原著裏邊咧抽出一啲咧唔啱時宜嘅橋段啊，將白雪公主呢個角色咧大幅咁樣修改，嘗試啊將白雪公主塑造成為一個啦獨立主動嘅女性角色，而咧唔需要王子嘅拯救之餘咧，亦都唔係尋求愛情嘅嗰一種啊。但係就係正正因為呢個原因咧，所以今次電影咧就冇去鎖定目標對象。原本想重溫經典嘅中年或者年長嘅觀眾咧，揾唔到共鳴之餘，而家嘅父母咧，亦都咧唔可以當呢一部電影咧係品德教學啊，或者係一種教材咧，就係帶小朋友入場。唯一可以吸引到嘅可能係一班年輕演員嘅追隨者。但係呢一撮人咧，絕對唔係大多數啊！所以今次票房慘淡可以話係先天性嘅缺陷。我感覺好似領你嘢喎。不過呢一個缺陷遠遠比後天選角呢個錯誤咧係細得多。今次電影票房注定失敗嘅原因就係主角 Rachel Zegler 過分偏激。Rachel Zegler 係一位美國嘅女演員同埋歌手，喺荷里活裏邊咧係迅速嘅冒起啊！憑住2021年 Steven Spielberg 咧執導嘅《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 裏邊嘅精彩表現同埋咧出色嘅歌喉咧廣為人知。如果大家只係留意 Zegler 喺 West Side Story 裏邊嘅懷舊唱腔咧，都可能會覺得佢被選為白雪公主咧並不為奇啊！但係個問題就係白雪公主嘅名裏邊有一半係形容公主嘅膚色白如雪，但係作為南美裔嘅 Zegler 咧膚色咧並唔配合原著嘅角色，睇嚟咧迪士尼並冇喺呢一個黑小魚仙裏邊咧吸取教訓，決定繼續將一啲家傳戶曉嘅角色背景故事咧嚟一個大洗牌。而白雪公主嘅名字另一半咧係公主啊，可惜 Zegler 連呢一半咧都扯上唔到任何嘅關係。迪士尼嘅公主俾人嘅感覺係乜嘢？美麗、善良、和藹可親。得到演出白雪公主呢一個角色嘅機會之後咧 ，Zegler 不但冇好似之前咧重製版嘅眾女主角咁樣感激得到機會啦，同埋咧都表現出咧十分之尊重經典原著。相反咧 ，Zegler 喺多次公開嘅場合評論1937年原版白雪公主嘅劇情，覺得咧當中對女性嘅刻畫咧太過老舊啦，甚至提到自己根本就唔中意咧傳統王子救公主呢啲一點嘅情節啊，更加講笑咁樣話咧男主角 Andrew Bernard 嘅角色可有可無啊，最終戲份可能會被全部刪剪啊！呢一啲言論咧都引起大部分嘅影迷咧極度反感。除此之外咧 Zegler 咧活躍喺社交媒體，亦從來咧都唔吝嗇地咧分享佢嘅政治立場。就喺剛剛嘅美國總統大選選舉白熱化嘅時候，佢多次激進地咁侮辱主打傳統觀念嘅特朗普陣營，更提出咧，若然投票取向同佢唔同嘅話咧，大可以取消對佢嘅訂閱同埋停止追蹤佢嘅舉動啊！呢一個舉動咧非常之不智。作為一個娛樂公眾人物，主動咁樣去趕客，相信佢嘅經理人咧對佢當時呢一個舉動咧大為震驚。然後咧，再喺特朗普以壓倒性喺選舉裏邊大勝之後咧，再發文啊，希望特朗普總統本人同埋佢嘅支持者永無寧日。Zegler 呢一啲舉動，全部都唔能夠俾人哋將佢同公主呢兩個字咧係扯上任何嘅關係。佢口沒遮攔嘅態度同埋佢政治嘅偏激咧，反而令到大家覺得佢比劇中嗰一個毒蘋果更加惡毒。而毒蘋果嘅主人呢，亦都係今次電影失敗嘅原因之一。魔鏡，唔使問你都知道女王最靚。
18歲選美出道嘅以色列小姐 Gal Gadot 咧，喺09年咧 Fast and the Furious 系列電影之中咧就一炮而紅啊！而出演咗呢個神奇女俠之後咧，更加多次成為多間雜誌社咧選為咧年度最漂亮嘅女性。當迪士尼宣布咧佢會喺白雪公主裏邊飾演邪惡皇后嘅選角之後咧，令到好多觀眾都不滿，好多人覺得咧佢嘅形象咧同呢個傳統邪惡嘅女王嘅設定咧不符，覺得皇后應該係年紀比較大啦，充滿咗威嚴，而且咧係有一種邪惡嘅氣質啊！作為四女之母嘅 Gadot 咧，竟然仲 keep 到佢嘅外形之餘咧，仲有一個迷人嘅氣質。外界咧認為會削弱咗邪惡女王，因為咧妒忌呢個白雪公主美貌嘅嗰一個嘅核心劇情啊！大家咧就會質疑咧佢能否勝任呢一個角色。結果咧演技一向咧俾人詬病嘅 Gadot 咧，真係冇令觀眾大失眼鏡，佢真係勝任唔到呢一個邪惡女王複雜而且戲劇化嘅角色。此外咧，同 Rachel Zegler 一樣咧 Gal Gadot 咧都因為政治觀點立場咧而咧俾人哋批評啊。尤其是咧係佢對以巴衝突嘅公開立場，作為以色列前軍人嘅佢咧，為自己國家發聲咧，其實係無可厚非嘅。但係豬隊友 Zegler 咧，同埋美國嘅左派盲撐呢個哈馬斯恐怖嘅襲擊咧，就啱啱咧就企咗喺另一個嘅對立點。兩個電影嘅主角啊，無獨有偶地咧喺政治嘅取態咧，完全將觀眾咧分成兩派。結果支持以色列嘅嗰一邊咧，就因為 Zegler 就唔會支持呢一套電影，而偏激巴勒斯坦嘅支持者咧，又因為咧就唔會入場觀看啊，所以咧就形成到只有一啲咧不問世事或者咧係政治冷感嘅觀眾咧，先至有機會去支持。不過咧早前已經講過啦，因為 Zegler 嘅破壞力真係太大啊，所以咧連呢一小撮嘅小眾啊，真係少之又少，再次令到票房咧邁向冰封。但係豬隊友又點止係 Zegler 嘅專利呢？ Peter Dinklage 斷送侏儒出演嘅機會。著名侏儒演員 Peter Dinklage 因為長期反對外界咧對呢個侏儒症患者喺電影歷史裏邊咧刻板嘅印象而聞名，但係佢呢一個咧冇份參與迪士尼真人版白雪公主翻拍嘅演員，竟然對呢一套電影產生咗非常之大嘅影響。Dinklage 咧喺2022年咧公開評論過呢一個計劃啊，佢表示咧對迪士尼呢個做法咧感到非常震驚。佢指出咧迪士尼一方面咧因為選用咗呢個拉丁裔嘅女演員出演白雪公主而感到自豪，但係另一方面啊，竟然用粗口咁樣去講話，仲係講緊7個侏儒住喺山窿嘅呢個故事咧，完全咧諗唔明啊。Dinklage 嘅發言啊喺當時啊產生咗好大嘅迴響啊。迪士尼咧就宣布計劃將會採用唔同嘅方式嚟去重新塑造啊雪姑七友裏邊嗰個7個角色，嚟去避免咧外界話佢哋咧唔夠政治正確。最終咧迪士尼決定咧將呢一啲角色設定為魔法生物，不過咧經過流出嘅相片啦，外界咧亦都好似唔多領情啊。所以咧，佢哋又翻轉頭咧，又去改翻，又係用翻呢個7個小矮人。但係咧，由於時間同埋 budget 嘅緣故咧，所以只能夠咧用 CGI 咧將呢7個角色咧呈現喺大熒幕前面，而並非係用真嘅侏儒演員嚟去出演呢一啲角色。咁當然啊，呢一個改動咧就令到侏儒界同埋侏儒演員嘅工會咧係引發好多嘅爭議啦，認為咧 Dinklage 嘅言論啊，同埋咧迪士尼呢一個決定啊，剝奪咗好多侏儒演員嘅演出機會。This movie sucks。呢一套戲根本就唔得。一般而言啊，電影人咧係用講故事嘅形式嚟同觀眾去互動，電影用劇本、配樂、拍攝、演員嘅演出咧嚟去換取觀眾嘅時間啦、集中力同埋金錢啊。多年嚟咧，大家都係用呢一個模式咧嚟去等價交換。可惜近年大電影商咧已經唔再睇重呢一份互相嘅尊重，反而係多番向自己嘅米飯班主喺度咧說教，將一大堆嘅政治取態灌輸俾觀眾，道德勒索入場嘅支持者。此外，有好多人喺屋企已經有咧可以媲美或者超越埋電影院嘅家庭影院嘅系統啊！與其花錢花時間去到戲院睇電影捱貴爆谷，大家何不安坐家中，選擇自己中意或者口碑好嘅電影，慢慢欣賞。電影發行商同埋影院嘅經營者必須要正視呢一個趨勢已經係定局啊！唔可能再一意孤行咁樣聘用一啲咧令人生厭嘅演員啦，同埋拍攝呢一啲侮辱觀眾嘅電影。身為爸爸嘅我咧，慶幸啊親身經歷過電影嘅盛衰，仲記得細個嘅時候，每一次媽媽帶我入戲院觀賞電影之前買嘅零食啦、煨魷魚，同埋欣賞電影嘅過程，仲有啊係完場之後嘅討論，
直接影響咗我嘅成長。所以咧喺而家咁多嘅選擇嘅情況底下，好似白雪公主2025呢一種電影，我會用腳同埋荷包嚟投票，唔再俾呢一啲粗製濫造嘅電影荼毒我哋嘅下一代。嗱，我就冇入場睇呢一套戲，亦都冇呢個打算，唔知大家又會點做呢？今日嘅分享到呢度，希望大家中意我哋呢一類型嘅片，可以嘅話支持我哋，訂閱、讚好同埋留言 send 俾同樣係對電影有興趣嘅朋友。祝福大家，耶穌愛你哋，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拜拜。